继续来看，这件嘛是连环车祸，发生伫桃园中立中正路四段。伫透早晚7点的时阵，一个驾驶可能是伤过疲劳了，为后壁共追拢当咧停红灯的车，结果是一台弄一台，4台车弄做伙。其中一台夹伫中的修理车，是规台风吐起来，像咧贴罗汉安尼挂伫半空中。 车路顶的车辆拢停落来，等来等青红灯。不过后壁一只车辆敢若无注意到头前的车条，竟然直接弄过去。中的修理车向后壁的车一直刹，豆豆互压悬，规只车拢互紧起来，伫半空中。 伫修理车架卡的乌色轿车慢把互弄落去，伫咧顶悬的白色修理车就安尼互紧悬起来。这个喊过的场面，互边仔通勤的骑士是看到硬气。 等来到现场，警方当咧指挥交通，乌色的轿车停在路边，车顶排气引擎管嘛变形，后紧起来修理车嘛就拖掉车。不是他开车整路都怪怪的，所以后来我就，超他车到前面来，就离他很远。可是刚好这边是红灯的时候，他后来红灯时间比较长，他开过来就直接撞上。因为在前一段的时候，我有发现他开到对向车道去了。伫今仔日透早特别7点，桃园市中立区中正路顶，当时车辆拢咧等青红灯。不过，这个肇事的38岁黄姓驾驶，敢若真心歹，无注意头前的状况，为后壁就一直弄，头前的4只轿车拢受影响，其中修理车各互紧悬起来，加在无人受伤。经测试，现场驾驶人酒测值皆为0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。这个喊过的交通事故发生伫咧人上济通勤时段，警方真紧到场指挥交通来排除，加在敢若车损，无任何民众受伤。不过事故的详细原因，阁需要查明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